係，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陳尚義。咁我係一位註冊社工，亦都係同行鳥創辦人，推廣精神健康。有啲朋友會喺中學上遇到一啲好交心嘅同學啦，但係突然之間要去外國讀書啊，咁難免會有種不捨嘅情感嘅。咁其實喺呢個事件上，其實好大機會都可能要去到外國讀書啊，咁又要去學習到點樣去同朋友道別啦。咁其實人生之中都會經常有呢個道別嘅時間，咁可能係遲或早嘅啫。所以係呢段時間學識點樣去同其他人道別啊，又或者係一個遠距離嘅交流之中，點樣維持個 friendship 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啦。當然亦都可以同父母去探討點解唔想去外國讀書啊？會唔會有其他方法去作為替代呢？咁呢個都可以同父母去傾談呢個環節，因為其實去外國讀書又或者學業呢樣嘢啊，其實都係一個對於人生之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階段啊。咁我諗父母都會願意去同子女有個傾談嘅環節，去了解仔女有啲咩真實嘅諗法咯。所以都可以同父母傾啦。咁二來，如果真係改變唔到嘅話，都可以同朋友學識去點樣道別，同埋去維持一個遠距離嘅關係。咁啊，令到大家可以喺科技昌明嘅時代，亦都可以保持個關係啊，去 keep 住 contact 啊，咁都會對大家有幫助喺度。如果你有情緒困擾，甚至乎打算有自殺嘅行動嘅話，咁我會建議你去打防止自殺熱線23820000。